台湾想要伫2050年做到净零碳排，也毋过今仔早起有环保团体表示讲，台湾有1700多间上市贵的公司，只有7%公开承诺讲会做到净零碳排。气候变迁署的筹备处嘛强调讲伊目前已经针对碳排的大户要求讲，因爱甲碳排的状况透明化。 气候变迁因应法伫今年2月实施，是台湾走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重要法规。但是，伫咧金管会的公开资讯平台，会当看到台湾1791间上市柜企业，只有7%承诺净零，无到2成设阶段性目标，其他7成拢点足足。占了将近70%的这些企业。 他们是完全都在观望，他们没有任何的承诺。如果今天有一个国家政策目标在那里，2050净零碳排在那里，那立法也立了，可是企业愿意来响应、愿意承诺的企业比例非常的少。那今天怎么办？ 环保团体认为，政府应该下部会合作，提出更加积极的产业减碳措施，亲像严格的管制措施、收碳费一寡手段。气候变迁署筹备处表示，现主是针对产业当咧碳结路一步，要求碳排透明化，亲像有规定，占整体排放量8成的500间排碳大户，要进行申报，无就会处罚。结束了后，再进行其他措施。他能够提出说，他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跟路径了。 这个是后阶段的，那对他自己内部，他在盘查的过程中，他就可以知道说他哪个地方是排放量比较大，但这样是不足够的，我承认这样是不足够的。官方表示，就算后阶段业者提出净零规划，要是要继续公开碳排的状况，强调这是重要的第一步。另外，现行法律有授权政府通对企业收碳费，企业也通透过承诺减碳目标，就会使有碳费优惠。官方强调，政府也会监督因落实减碳的状况。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。